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永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紹介，大家有可能輕熟識哦，都嘛嘅按到細妹雙重，冇唔錯細妹雙重要來咧，有細妹雙重1。韓國細妹雙重2也兩個哦，金鐘獎全部都2位當到係有得獎嘅哦。接下來同大家來分享嘅係細妹雙重嘅一本書，上來一本書底度啲嘅講嘛嘅，其實底度寫嘅當到有關也細妹嘅籃球青年血親感動人嘅故事哦。今日就來好好分享一本書哦，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底度也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製作人陳南飛，南紅哥分享。大家好，我係細妹雙重1嘅製作人南紅。哦，歡迎南紅哥來到節目當中，真係客家電視台嘅好朋友，也合法都練到同好嘅哦。好，接下來係一本書嘅，我們的企劃係 Double Pump 女子籃球誌嘅我們的創辦人分享 Gina 分享。大家好，我係 Gina，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女孩上場的新書。好，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歡迎兩位哦。先一開始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其實很多戲劇都會出一些出版的作品，那我們細妹雙重當然沒有來出版一本書啊，不過也同其他戲劇跟其他戲劇出版的內容有一點點些微的不同。我們不是劇本書，我們是什麼書呢？我們請南紅哥來同大家分享介紹一下。那時候拍《女孩上場2》的時候，我就覺得，因為客台說這是客台第一次做續集的電視劇，所以我覺得就需要把1跟2的記錄下來。可是我又覺得說，只是記錄一個戲劇，好像還少了一點什麼。因為我覺得，為什麼這本書它應該是側標吧，就是因女孩而生，所以。有女孩上場戲劇是先有一群打籃球的女孩子，那這群打籃球的女孩子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所以就會希望這本書的上半部分其實介紹更多台灣從可能1950年代甚至一直以來打籃球的一些歷史的小故事。有了這想法之後，因為女孩上了第1季的時候，我們認識了 Double Pump， 我才知道哦，原來在台灣有一個小團隊。就是3個人一起努力耕耘這一塊，然後我覺得他們很多想法是我們在做女孩上場的時候很相近的。我就說，我們來做一本書，但我還不知道，我也還不知道它會長怎樣，但我覺得應該先寫故事啊。你們最熟悉，我說我們1個月就寫2篇故事，然後我說這故事要以人為主，或事件球賽為主，但一定要拉出一個歷史的縱深啊。對，所以就這樣子開始，大概從去年初吧，或前年底就開始每個月有1篇2篇，1篇2篇，1篇2篇。對啊，那時候大概有跟客台提說，行銷部分我會想要出一本書，但大概在講什麼我還沒有很確定。哇，大概是這樣開始。不愧是厲害的製作人哦！啊，今年金鐘獎沒有看到佢上台，有2獎，真的眼光非常精準，所以做了一本很特別的書。就像剛剛講它裡面寫了很多光榮的比賽啊，或者是跟籃球有相關的歷史，然後找來非常厲害的團隊。我覺得 Gina 應該也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Double Pump 女子籃球誌這幾年一直都在做的，真的就是對女子籃球的記錄，對不對？對，沒錯。我們今年是成立第10年了。哇！然後當初成立的，謝謝。當初成立的原因就是希望，因為我們自己是打籃球的，我們3個夥伴以前是籃球隊的。哇！然後對啊，好熱血哦！自己很喜歡打，然後也很喜歡看，然後看見這些球員就是打得非常好，很辛苦，但是卻沒有那麼多人看見他們，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成立一個，那個時候是粉絲頁啦，來報道關於這些女籃的故事。哇，就從這樣子開始。但是我覺得咩因為安陽留下同到有關的，細妹跟籃球有相關的記錄下來。那這本書，南紅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覺得誰適合看這一本書？除了細妹雙重嘅粉絲之外，還有很多人也適合讀這本書，對不對？對，我覺得最需要讀這本書大概有34個面向。第一個我覺得是球員，第二個我覺得是教練跟球團，或者
一个就以学校来说，学校如果要成立球队，一定是校长或主任很喜欢篮球。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也需要。球团想要成立，那一定是董事长或基金会。很喜欢篮球。我觉得他们要，因为你喜欢篮球，有时候是打篮球，可是可能我们，譬如说我上个月去参加那个周思齐。这周思齐其实会去读日本时代的时候的历史，就他其实喜欢棒球之后，会想要知道更多他前辈的故事的怎么一直我们走到这里的。另外我觉得就是粉丝也可以看，没错，就你才会把你喜欢的那个篮球的热忱，散播给其他人，因为里面会讲到可能有一些现在的球队的现况，或者现在的球坛的现况，确实，因为我们都会希望。篮球圈会更好嘛？对，我真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国高中时期，我的同学非常喜欢篮球，不管用是男篮或者是女篮。然后，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跟着同学一起看，然后一起听他们的事情，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又得名了，然后就是有一些很好的表现。不过都哈黑，就是可能我开始上班之后，我比较没有接触这一块的资讯。然后乃弟偷退一本书之后，我把全部事情都串起来了，就是从头到尾。所以它记录了一个CMO 篮球一开始的起源，然后到现在的发展，或者是甚至他们遇到什么问题，全部都有下都底度。那我在里面也看到一个算是跟我很熟悉的一类好搞一支球队的女篮，叫做苗商女篮，是不是请 Gina 跟大家分享？我是苗栗人，我其实都没有听过他们那么多故事对，是这苗商女篮是很特别的队伍，现在成立已经超过40年了。40年，好久。然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跟推手就是吴喜松老师。那吴喜松老师他是在1983年的时候先成立了苗商男篮，对。然后2年后再接手苗商女篮，然后将的时候就是苗商女篮本来是打乙组的嘛，他是从吴喜松老师接手之后，就把他带到甲组，然后一举成名之后就一路到现在了，超过了40年的历史。都是吴喜松教练带到现在，一直都是他当总教练。哇塞，我看到这个我也是鸡皮疙瘩起来，因为真的就是在矮后高嘎表，就是我走路2分钟就到的学校，然后我不知道原来他们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其实Gina 妹引 V 周这本书其实有到苗商去做田调，有去访问，对不对？可以把那时候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吗？就是在访问吴喜松教练的时候呢，就会他就会在访谈中间接到那个相亲的电话，说我们要来送粽子哦，应该是够好吧？讲客家话，对。然后其实，在他们的粉丝页上面，常看到就是相亲来送米啊、送肉给这些球员。然后比如说过节的时候，中秋节、春节啊，他就相亲都会帮他们夹菜，就是相亲会把这些女孩子当做他们自己的小孩一样照顾，就支持他们在篮球上追逐他们的梦想。因为同印象当中，可能球队都会有一些工商业界的团队支持，其实有些没空用。苗商其实就是大部分是乡亲跟这些教练，对，很努力的在支持他们。然后其实南宏哥一开始为做 CMO 双重役，也是因为受到这个苗商女篮照片的这样子的感动，对不对？对。你是看到哪一张照片？那时候客台征案就说要拍 HBL， 然后跟教育有关的，所以跟导演就在想说，因为那时候男篮其实已经有拍过2次了，一次是下半场，一次是 High Five，那就觉得有其他戏剧，对，戏剧跟电影，我想要不要拍女生，可是就开始 research， 就看到苗商的照片，就是在篮球场外面，就他们跟一个阿姨阿伯敬礼，那阿姨阿伯旁边就一个篮子，然后里面有装高丽菜啊什么什么的。我就说，我觉得这个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没错，我觉得这故事性很强。然后我们就开始，而且吴喜松教练还花了钱盖一栋，就买了一个房子，然后1楼是厨房、客厅，然后讲解有电视可以看，然后2楼就是3楼是他们的宿舍这样子。教练自己买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开车去访问教练，然后当然随着这个之后，我们当然就展开了访问其他校队的甲组或乙组比较好的校队的访问嘛。其实说实话，北一女啊，或是很多学校住的恐怕没有
苗商，我们都以为苗商在乡下住在一栋独栋的这样子透天厝，好像很委屈啊。其实更多学校恐怕是住在他们的礼堂，就是篮球馆的一个教室，大家打通铺，你会看到20个小孩都睡在同铺，就是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如果我是家长，就是为什么打球要这样子啊？可是你看到小孩子为了求胜，或者为了要上场，为什么他其实学习到团队生活，学习到纪律，所以无论如何，我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可以让这个环境再好一点点，对啊，所以就会想把有一些女孩子打球的情谊，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然后表现在这个戏剧里面。底部不仅仅是戏剧，其实书本底都没有动到，还有动到内容，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轉來。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趙英權阿權妹，客家電視台製作也細妹雙重1、細妹雙重2嘅戲劇非常受到歡迎。韓國對一開始嘅1嘅發展係講講到啲學生嘅時期嘅故事，啊到2嘅過後就係講講到呀青年嘅籃球隊嘅故事。其實啲都講嘅當道啊，係講大家上個這個複習嘅話，分享大家上客家電視嘅 YouTube 再個看1遍、2遍、3遍，全部都做得。啊，唔過假使講韓家想要了解到呀有關細妹籃球嘅歷史，就做得支持客家電視台也擺出嘅一本書《細妹雙重》，啲都有講嘅當到細妹籃球嘅歷史。啊，接下來製作一本書，其實有當到辛苦嘅故事，等下妹會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剛才也有講到對愛青樹師嘅呀，這個沒有送給細妹籃球苗商女籃的這個籃球隊，他們是靠着鄉親嘅力量啲啊支持家的。啊，唔過其實啲愛韓芒出這時間很久以前，在1965年嗰陣時，其實就有經歷過一個台灣女籃的全盛時期，對不對？對，Gina 跟大家介紹一下。台灣女籃全盛時期，那個時候有7支隊伍，就是除了元老隊伍，像電信啊、台電啊、國泰、台元以外，那個時候還有亞東、南亞跟華航。然後亞東就是亞洲水泥加上遠東紡織，就亞東女籃。亞東，對，它是第一支由這個企業制度化經營的女子籃球隊。然後那時候，她一開頭的時候就帶領了像南亞跟華航一起投入女籃。然後華航的話，大家都對這個華航空姐，對啊，很喜歡這件，就是當空姐啦，當空服員啊，就是很有向往。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人就是很想加入華航女籃，因為如果說退役之後，你還有機會到華航去上班，比如說地勤啊、公司啊，甚至空服員。那現在我們訪問過幾位前輩，也是現在目前也都還在華航服務的。真的到現在，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1965年，就大概那一個時期的事情，所以到現在他們還在華航工作。對。哇，所以其實像暗湧嘅經營模式就跟我們前面理解到的靠鄉親支持不太一樣了。這個是工商界有投入資金去培養他們。對，所以除了華航之外，現在台灣的職業女籃現在幾隊？現在就只有4隊，就是還是元老球隊在，但是在15年前左右，那個時候有6隊。就是有艾博斯女籃跟佛光大學那個時候也參加女生甲組的比賽，對。不過近幾年來說，一直都是以4隊的規模在打。所以就是等於說，大家可能如果不是因為，比如說有這些戲劇啊，或者這些書籍，有的可能沒有這麼關注籃球的朋友們，可能不會抵押的事情。所以其實我們關注運動，不要只看啦啦隊。很多人現在都在看啦啦隊，但是其實還是有懂得事情可以值得大家來關心。比如說，大家可能在看前陣子奧運的時候，大家會關注羽球啊，大家會關注桌球啊。但確實，我必須老實說，籃球沒按到贏，
都会去关注去看的。但其实，在台湾篮球，尤其是女篮的历史上，是有动作非常好的成绩喽。我们来请 Gina 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台湾女子篮球曾经在世界的赛事上获得很好的成绩。对，其实台湾女生的篮球在国际赛上的成绩一直都蛮不错的。如果说以就是大家很重视的这个亚运来说的话，在2006年的都哈亚运那个时候，中华女篮阵中有大家很熟悉的钱姐、钱维娟啊，双军刘君怡、江凤君，还有文琪，跟很多其他明星球员组成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接连击败日本、韩国这些强队，然后拿下亚运的银牌。这个是对历史最佳成绩。对。然后比较近期的话是2017台北市大运，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去看的人应该都印象很深刻，就那时候是第一次在家比赛嘛，所以女篮队其实在1年前就开始集训，然后一起打大大小小的比赛啊。对，但是一开始其实就是大家没有很看好女篮的成绩会很好，所以在预赛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场都去，那预赛的时候就是场馆是蛮空的。就是你如果加油的话，就是大家都听得到你的声音，很孤单。对，然后到后面大家发现，怎么好像很厉害哦，越打越好，一直赢，对，就很精彩。所以到了准决赛、决赛在小巨蛋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全场爆满的，帮中华女篮加油。然后在铜牌战的时候，我记得是落后俄罗斯17分，而且你想看台湾跟俄罗斯打，那个2楼跟3楼在打球，2楼跟3楼，那个身高大概都差到肩膀、胸口左右吧，大概就是这样子身高的距离，那个看的真的是很担心，很担心。可是可能是就是观众加油的那个力量吧，因为其实女篮也没有很多这种场合，就是有这么多观众专心的就是为你加油，所以到后来就逆转胜拿下铜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观众席，就看到很多观众就非常开心，都也是跟着球员一样，就是流泪，就是非常真的非常开心。真的，我相信，尤其是对很多可能过去有关注女篮，或是一直有在关注女篮的朋友们，他们看到那个现场一定超级感动。然后这一些光荣的赛事，没有纪录都亚本输底度，大家都可以看到。然后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篮球员啊，其实亚输本底度都有对他们来做一些介绍，帮大家来复习一下这一些球员，都是对台湾女篮贡献非常多的球员，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来看他们的故事。那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戏剧里面，还有书本里面会提到他们的一些光荣的部分。当然，有关台湾篮球或是女篮的一些问题，还是会想要提到的，或是跟大家来分享的。比如说在《三妹虫虫一》，我一开始看到除了安心亚很美，安心亚饰演的那个陈子琪很漂亮之外，也一开始的那个预告，我记得就说他我是陈子琪。也是叛国贼，就直接说我是叛国贼，就是他其实是提到这个球员规划的问题，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台湾实际上女篮有这样子的一个去国外打球的一个选手，是我们请 Gina 分享一下。现在在韩国打球有一位选手叫徐晓彤，他是因为高中的时候，他高一因为转学，然后那个时候要做球监，就说你要停1年。停2年才能够到下一所学校去打球，所以等于是高一他转学之后，他就高中生涯就没办法再打了。对，所以那时候刚好因缘机会下，他就被介绍去韩国打球。然后到韩国打球呢，你就要入韩国籍才能继续在那里发展，所以他就被他的高中教练收养。就他现在就有一个韩国名字叫秦安。然后他一直以来都在韩国打球，就是发展得很好啦。他现在是 WKBL， 就是韩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的看板球员，就是会出现在就开季的海报里面的球员。然后他也代表韩国参加过很多国际赛事，从那个青年层级的U18、U19到世界杯、亚洲杯，甚至奥运。哇，好厉害！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都是他非常光鲜亮丽，已经获得荣耀的这一面。对，我在书本里面有看到，我看完真的起鸡皮疙瘩。他说他不想上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的对手是台湾，是中华队。对，他是第一次在国际赛碰到中华队的时候，他前一天跑去跟他教练说，他明天可不可以不要打？
因为对面的人就是他的学姐妹，然后也是就是台湾人，然后教练就跟他说，他必须要克服这个心魔，因为他既然已经选择到了韩国，那以后他就会常常面对这种事情，就是你在国际赛场上，你就是会碰到台湾，所以我觉得他有经历过很多心理的挣扎。那个时候访问他，就是也提到说，你有看剧吗？剧里面还有说叛国贼这几个字，然后他自己，我觉得他也是现在有比较释怀这件事情，但是因为那时候的时空脉络之下，他选择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台湾，不想留在这里，是因为他选择另外一条路去发展，所以他觉得如果能够留在台湾，谁会不想要留在台湾呢？所以说他也很想穿中华队的制服。没错，对，其实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不用这么的把这件事情视为是一种敌对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在运动表现上或个人追求上有喊卡后给发展，就像陈子琪一样，对不对？陈子琪当初我们是不是请南宏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会不会说，你这个是不是陈子琪这个角色有在影射什么？陈子琪的角色的发想当然是来自于秦安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对啊，大家一定会，我们当然想象到，其实做戏剧就是刨出问题。那重点其实是这个问题要反映什么？比如说，要讲历史，其实1960年代女篮，应该说，其实有前辈问过我说，为什么国球不是篮球？就看篮球的人口应该远远大于棒球，为什么国球不是篮球？对，他后来说，因为赢球才是国球。如果一直赢球了，会是国球。还有，我觉得就是没有放弃，可能会是有一种精神。比如说中华职棒，其实遇到黑球事件等等，其实这个职棒联盟始终到所有看球迷很低迷，它都是没有消失。可是其实男篮、职篮的联盟，以观看人数多的，其实它曾经因为经济低迷的时候就结束了，然后最近又吵得沸沸扬扬，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有隐隐约有一种台湾人的什么会附着在上面。那现在可能是棒球这样。那回到规划，我觉得那时候提出陈子琪用规划这个，我觉得其实要反映到底球员要追求的是一个更好的殿堂。当这件事情遇到它是你的国家，它是你的家乡，它是你的原生地的时候，那会变成什么？是这样，所以我们稍微转变了。陈子琪跟秦安的不一样，就陈子琪其实是已经面临到他升不上去，所以他升不上韩国教练团、国家教练团，所以他回来台湾要重新打，从职业队带很强，然后再进到国家队教练，然后带台湾打赢韩国，他想要证明给他韩国的教练看，这样这个在戏里面其实有，甚至韩国教练招手说我已经排除万难，你可以回来了，他要不要回来？这显然其实是跟秦安是不一样，但我觉得终究要反映说，当球迷们或粉丝们问说这是秦安是叛国贼什么？我觉得那你会去讲职篮里面现在规划的，比如说戴维斯好了，外籍球员，你会说你会去骂戴维斯是叛国贼吗？你不会，那他的母国的人会不会骂他是叛国贼？我不晓得，所以这件事情的微妙，我觉得大家做出判断前要去多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是终究应该是我们其实不够强，其实就是不够。我们有看到台湾的棒球球员去规划其他国家吗？好像没有吧。或许可能是棒球的规则不需要规划了，但终究比较少数，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检视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太玻璃心了，就是自信心不够才会玻璃心这样子。没有，我觉得其实南宏哥跟 Gina， 有动都对于篮球嘅熱愛，想要同大家來分享。但是有更多其實正反面的故事都寫到亞本書底度，大家真係做得潛機飛去好好了解佢。還有動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
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英权阿权妹。对于运动有兴趣的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真係好好来支持一下小妹上从也本书。呀，其實啲都唔係單槍講戲劇聽聽哦，還有當到同呀台灣小妹籃球有相關的歷史都啲都。當然啦，啲都也有很多滿足粉絲的一些需求啦，像是有一些劇照啊，對不對？劇照啊、海報啊，有一些精華度、標都啲都，很值得大家來收藏。甚至剛剛南宏哥還有跟大家分享封底的故事，這個是在哪一所學校？這是那個苗栗頭屋國中，我們拍的主場。後來，因為我們第二季還是有回去致敬一下第一季，但現在學校都把這個貼的那個字 slogan 都留着啊。那個 slogan 的起源是我們去做田調的台中的中明高中的時候，中明高中的 slogan。我們說，哎，教練，你們 slogan 借我用一下嘛。然後把它貼在頭屋國中的學校運動場上，就一直留着了，留到牙哈。對，哦，因為是拍戲要留下來證明，也鼓勵自己啊，因為這就是人家的 slogan 啊，對不對？所以啊，亞本書底都很有記錄懂的故事。剛剛有講到，裡面有記錄了一些光榮的賽事，有講到2017年的世大運。這樣子，我覺得。我其實不是一直以來不是一個那麼關注運動賽事的人，但是因為當時它就辦在台灣，然後就在我們生活周邊的運動場就在舉辦了。你可能內湖也有，新莊也有，就整個雙北或者是我記得到桃園都還有比賽的場地，所以當時有限的時間真的會進去場地裡面去看比賽。那個時候打女籃的也是我們亞拜小妹松松你有你味道呀戲劇節目新人獎的這個楊晴，對不對？就是飾演小妹松松你的那個林彤，對不對？所以其實他在世大運的表現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對，他是世大運的當時的隊長。哦，是很厲害的這個角色，對，很強哎，所以他是當時的隊長。那就像我們之前小妹松松的演演妹有雷都福希來有來宣傳，其實那時候有講到他們在拍戲的這一些演員們，其實就是職業的球員們。對對對，沒錯。我們其實第一季、第二季都就打定了主意要把球員訓練成演員。因為一個球員能夠上場，你看他動作這麼漂亮，他可以轉身，他可以，其實他是花了可能平均都花2-3千小時，才練成他現在的。那要一個演員投入，在短短半年，甚至7-8個月，要投入2-3千小時，才會成就這樣，我覺得是困難的啦。所以我覺得說，那不如，因為應該說球技也是演技的其中一項。如果你是拍一個運動片，不管是什麼運動哦，你是羽球單項也一樣，所以他的所有的身體記憶是靠時間累積的。那我就覺得，那應該把演員去訓練，球員訓練成演員，他只要去召喚他曾經有的記憶，然後適度的表演出來，透過老師的引導訓練這樣子，那是最一開始。其實很多已經做像魏導做卡弄的時候，其實也是全台灣海選棒球員，然後變成演員，都是真實的運動員來演這個小妹松松，而且那時候我記得也有職業隊的球員來參與小妹松松。對，那時候是2季其實都有，第一季的時候其實最後一個比賽是找中華電信的職業隊球員來擔任最後一場比賽，就他們演高中生啊。對，他們也覺得有點為難啊，我們像吃豆腐這樣，很開心，非常開心。但打球第一天打，因為總共拍4天嘛，第一天的時候他們都覺得打球太演打球太累了哦，因為打球演戲其實他們身體是要，他們身體的肌肉其實是要馬上很緊，然後又休息，馬上跟打球其實是這40分鐘內維持一個 hyper 的狀況這樣子。那第二季的是最後一場比賽。其實還不止最後一場，其實第2集開場的10幾年前的中華隊的國際賽，其實裡面也蠻多國際球員的。其實裡面有一個是，是怡君姐吧？君怡姐，剛杜哈亞運的有提到他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球員，他有在第2季中演出。對對，第2季的第2集還是演出，他其實也是林彤的3000分，首位3000分，其實像他，因為君怡姐是第一個。就是直男3000分的，很多。然後第10集的對韓國隊的那5個都是從韓國飛過來的職業隊退役的選手，而裡面有
2个人、3个人是第一次来台湾，哇，很爱吃咸酥鸡跟珍珠奶茶。制作人偷爆料，但是像这种很多小彩蛋，如果是粉丝看到，那真的会很惊喜耶，就不用都第一度同大家来分享。那当然啦，我们这个节目也就同大家来分享，不管是戏剧或者是书本这个制作的背后故事，导演也发爱动都时间去特别再去搜寻里面的这些受访者，再重新整理这一些事情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了有一些很光荣的故事，那也有一些很辛苦的部分，毕竟像是今年我们的台湾女篮跟男篮就有一个黑色行动，我们是不是请君娜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黑色行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黑色行动是关于这次琼斯杯，因为琼斯杯其实历史蛮悠久的，不过到今年才有就男女篮有出赛费这个酬劳，但是开打不久之后，女篮选手就发现，怎么男篮是5000元一个人，啊女生是3000元一个人。然后这件事情就引发了讨论，因为大家都是，因为现在谈的不是说你职业队的薪水多少，而是谈的是你代表国家出赛，为什么会有同工不同酬这样不平等的待遇呢？所以那时候就引发了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讨论。然后男篮也透过职业工会发表声明说，要跟女生共进退，他们要领3000。哇，好感人哦。然后女生这边呢，就是因为琼斯杯有中华蓝白2队嘛，然后他们就在他们交手的那一天比赛，就是在手上或是脚上贴上白黑色的肌贴，然后他们也在他们的个人社群就是呼吁粉丝说，你经常看球穿黑色来一起抗议这个不平等的对待，所以就称之为黑色行动。那最终这件事情的最后其实是有一个结果的。对，就是篮协这边的回应就是以激励奖金2000元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男篮5000、女篮3000这个2000的差距。对，最后是这样子结尾。然后这件事其实也反映就是女篮长期的资源不足的现况啊，然后关注度不足的，其实有蛮多事情都透过这一次浮上台面。故說其實像安陽嘅內容，大家喺講唔係真正有去對籃球動有熱情嘅，反正可能唔會啲嘢條事情。啊，不過喺講你對戲劇有興趣，就有機會透過社媒上從一部戲劇，韓國一本書來了解到有相關台灣社媒籃球家條嘅故事，還有家條辛苦嘅部分。每樣樣所有嘅運動都樣樣都需要大家來支持，然後需要大家來去喜歡它。故所也社媒上從一本書，其實大家也係已經做得買得到嘅哦。我們在這個各大通路上都做得買得到，或也係講做得掃描去搜尋這個社媒上從嘅書，你就做得先注文，可以先預定，就做得買到一本書哦。節目嘅親密哦，今日也非常歡喜有搶到我們這個Double Pump 的這個我們的 Gina 來到節目當中分享，還有我們的南紅哥來跟大家分享。最後就是2位最緊張的時刻，因為這都是沒有順稿的哈。今日一個復戲卡拉 OK， 我們要來玩一下快問快答。哇，好，我不知道2位會不會答得出來哦。我們一起3、2、1一起回答哦。我們來第一題，女子超級籃球聯賽，也就是我們的 WSBL 奪冠最多次的隊伍，3、2、1，國泰女籃。好厲害哦！因為這個對我來說，我應該就是完全不知道，所以國泰女籃是奪冠最多次的。它的前身也應該是奪冠最多次。它的前身是？就是純德女籃，就是純德女籃的是純德是淡江高女中的教練，排球教練。其實籃球淵源是戰後的時候，比較是國民政府來之後，然後在軍中打籃球，所以他都覺得打籃球不錯，所以把女排隊訓練成女籃隊，然後就這樣，然後後來成立純德女籃，就一路這樣，應該最高紀錄也是10幾20年哦，在全國的賽事這樣。我這邊看國泰是得到冠軍18次。對，好，那再問一題呀，天使機條前的觀眾朋友，如果你有關注運動賽事的話，應該也會知道，今年奧運女子籃球冠軍是哪一個國家？3、2、1，美國。今
恭喜答对啊啦，很简单啦，主要就是儿童大家来分享，大家多多关心运动赛事啊，迄个想要了解到韩国都有相关什么双重韩国台湾什么篮球的历史故事的话，就做得来多多支持客家电视台嘅呀什么双重一本书哦。今日非常什么南红哥跟吉娜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诉可以休息一下，等下共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面書傾站，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